这个等一下第1个小时，就是在这个小时会有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对，他很重啊，他重的不得了啊，对，而且我在猜吧，他现在应该算得上是某部分的人生胜利组了，我觉得，对，又会演戏，然后歌又唱得很好，而且这次新作品又有一些我们就是我们听不，就是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样子。对，好，等一下来好好的询问他一下，这样好。在今天第1个小时访问黄文星，我要去请来宾进来了吼。Midnight, you and me, oh yeah， 我和你，中广流行网 BCC， 掌声欢迎好久不见的黄文星。Hello， 豆子哥你好，还有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鑫。等一下，怎么？录音室明明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有没有？那都现场了，你现在指我后面有很多人是这个意思吗？黄文星 ，OK， 我说跟你很久没有见面了。哇，好几年前，对不对？好几年前，就那个时候你的身份还是歌手的时候，还是歌手，对不对？对。因为你现在在我人生的界定里面，你已经是个戏剧咖了，这样。请问今天要为什么戏宣传吗？黄文星？上一个已经宣传过，已经宣传过了，对啊，现在几乎重点都在戏剧啦，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是因为音乐魂又开始在渐渐燃起了，就开始在养了，是不是？也不是开始在养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奇怪，是哦，对不对？被老婆听到也不好的。没有啦，请说，没有啦，因为就是其实大家也知道。艺人不是大家所看到那么的表面上那么的光鲜亮丽的是的确是。那其实那时候发片之后也很幸运的入围得奖，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可是毕竟之后呢，还是要顾虑到现实生活的状态啊。是，因为除非其实如果是歌手的，可能现在有在听的。一些听众朋友，你如果也是歌手的话，大概我讲的这些东西，你们应该都感同身受啊。就4个字啊，就是疑似金曲魔咒之类的，有没有？也没有，也不是金曲魔咒。我觉得，如果要以歌唱，在这个演艺圈生存的话，其实很难混的。是。要么你就是大红，对；要么你就是干脆默默无名离开这样子。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那时候遇到的瓶颈是这个样子，可能在歌唱上面的收入没有办法去 cover 这所谓现实经济层面的东西。你讲的好赤裸裸哦。没有啊，这个不是啊，这个是因为你知道，像通常艺人来这边的时候啊，都要讲他好的，或者是他最近努力多少什么等等之类的这样。你这样讲的太赤苛刻，你知道？对啊，就是。因为艺人也是人，他也要生活。当然，然后他必须也要考虑到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是啊，你唱片，你不要说什么卖不卖的问题，你就算是卖得很好，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 cover 到你之前的一些？你懂那意思吗？其实我讲的这些很赤裸裸的东西，并不是要去批判什么，我只是讲出一个事实。那也是要让一些可能怀有一些新梦的人，对新梦的年轻人，可能在走这一条路是要去三思而后行，其实蛮辛苦的啦。是，就是也要让大家有一种观念，是不要觉得说，那个谁哇，看起来就每天穿得漂漂亮亮啊，很帅气怎样啊，一定赚不少。因为其实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就是乡亲们都会这样说，刚刚探没救这样。是啊，感觉是这样啊。其实并不是大家所想的这么的顺遂啊，它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所以你现在是怎样？后悔参加超级偶像了吧？不会啊，其实不会啦，没有啊，就是我没有。王鑫，对，不要挖洞给我跳。来，请说。没有啦，我觉得参加超级偶像，它才是让我有机会可以接触戏剧这一块。是啊，参加超偶反而是有机会接触戏剧这一块，因为还不是只有音乐而已啊。不是只有音乐，因为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比完赛的时候，第一部演的戏剧就是我的亿万面包。那会去演这个戏剧里面这个角色阿星，阿星那个角色比较忠厚老实。是会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导演跟那些长官他在看到我超级偶像上面的表现，舞台上的表演跟一些特质方面、个性方面，他们觉得
反而是适合演这个角色。对，然后才有机会接触到你人生的第一部戏剧。是啊，并没有说参加了超级偶像就是进入了不归路这样。好啦，并没有。对了，我就是挖洞给你讲，你想怎样？没有啦，开玩笑，没有。我的意思是，因为其实。因为他刚讲这些太过于，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们的状况如何。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不太知道，就是觉得说，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像这种歌唱选秀节目这样？你们不是也怀抱着一个歌星梦吗？然后真的遇到了太多现实的问题之后，你们会不会反而会退缩，反而会害怕，反而会觉得说，不如早早离开算了这样？你这些当初有这些想法吗？其实当初。还是有啦，因为你超级偶像的时候算是很高峰非常高峰。对，那算是还蛮，应该是说大家都在当下那个时候，只要有10强的，因为算大家都很厉害了，大家都还就是知名度啊，这大家都知道你是谁这样。对。那我是觉得，参加完了之后，其实也有一度觉得。到底适不适合继续走下去这样？对啊，歌手的路就对。对。可是我跟自己说，既然走了，就要好好去经营它。那其实刚好也有戏剧的邀约，那也在戏剧，因为你可能比完赛之后出唱片，可能也成绩并不见得马上就要起来这样子。对，就是达到你的理想，跟你的那时候当时所想的是不一样。那。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可能会对自己觉得说，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是不是我不好，还是怎么样？反而是怀疑自己，而不是怀疑整个环境。不会，可能有些人会怀疑环境啊，那我就会觉得我会怀疑自己。OK， 我会以自己为就觉得说，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 ？OK， 还是哪里有了问题，所以导致大家可能。所以某部分你也还蛮完美主义者的，就你看，就像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人是会归咎于环境怎么样，对不对？时不等等之类的，你会先考虑到自己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该退出了，是不是我就等，懂那吧？对啊，但你撑下来啦，是不是好孩子？因为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别人做得到，那你就做不到 ？OK， 你懂我的意思吗？了解。对，我会用这个三个字嘛，不服输嘛，对不对？对啊。就某部分其实也是好胜心，对不对？不过其实现在走到这一步，包括因为像我刚刚都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在我的界定里面就已经是个戏剧咖这样。我不知道开心还是对你听到会不会不开心？老实说，不会不开心啊，但是有点忧郁啊。真的吗？没有，而且他第一部戏跟第二部戏的那个落差太大。第一部戏亿万面包，对不对？演个很忠厚的人，忠厚老实的。然后第二部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蒙甲耀辉的。没错，落差会不会太大？其实我反而是觉得，第二部戏让我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因为我演了第一部戏之后，大家要对你的形象定位啊，对，然后可能因为你在超偶里面那个形象也是比较憨厚的，对，然后就是去面试各大的一些audition 很多戏剧，对，邀约啊，就是来试镜啊，他的给你的角色就是这个角色，那我就觉得。我总希望可以演个，就是也不是说耍帅啊，你就是有点像英雄主义的类型的那种，即使悲剧英雄都好，都好。然后他不见得一定是怎样，他可能个性内心的里面会有很多挣扎点之类的。我希望有一些，然后类似亦正亦邪的感觉。我想要演，可能是《无间道》看太多，类似于有没有？对，类似啊。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很多业界给我的定位是这样，那我就其实有点不甘心。我说我明明就可以去突破，你知道吗？我哪来的自信？你跟我讲。没有，我的意思是指说，因为戏剧没有人教你。对，包括当初唱歌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一个人教你，你们只是每个礼拜很固定的在那边就是比赛，然后你必须要自我成长的，你没有一个导师去教你，没有，所以任何的东西你都必须要自己去摸索。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根本就没有人教你戏剧这块东西，你哪来自信说我就是想要演一些很突破的角色，亦正亦邪，然后有一点英雄性格的人物？也不是自信，就是我希望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这样的角色，我可以去这样才可以磨练我的演技。我觉得要不然你一直固定演可能这个角色的话，我觉得也怕被定型了。对我自己来讲的话，不要说定型，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进步了，很难有增长的空间啊。所以你很不甘于现状。我后来突然发现，音乐这件事情也是你看这张专辑跟他之前的专辑差多大，你懂那意思吗？对不对？对，就这张专辑一拿到，然后一听，光第一首歌就黄文兴唱舞曲对，没有，而且就是很多人问的时候。其实我想说是如果以纯音乐的话，你要跟人家做比较，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线上很多音乐其实都很强大。是。那我觉得不是我要去跟人家比什么，我是要跟我自己比。过去的我自己比。这几年来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我到底吸收了什么？到底看到听见了什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手上拿的这张最新的专辑是阁下近期的成绩单就对了，是不是？这应该是，其实。也不是说不尊重啊，我说这个音乐我有点是在试验阶段是，我才把有一些的理念灌输进去，我还没有想要完，因为我怕一次改变太多的话，大家会觉得黄文兴在干嘛？OK， 你怕大家一时接受不了，就对，所以采阶段性的，我觉得还是要采，还是要循序渐进啊，不能说一次就给他。这样好像大家就会突然，因为像我现在做这个改变，就已经有，当然有好就有坏嘛，有负，对哦，有正面的评价，也会有一些觉得干嘛要做这种改变对，你好好唱台语歌就好了，等等之类的，干嘛去染一头金发，干嘛去改变这个样子，干嘛去唱国语那其实你不要忘记，他们人生的第一首歌曲是国语歌呢，是不是？是这个就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不是只有界定在所谓的台语台语是那时候人家帮我界定，把我界定，他觉得我就是适合唱台语，就以为来自于屏东就一定要唱台语，事实上他国语也很咸的。其实多年前是还可以的，没有我们也不要，因为你如果有在听我的一些音乐的人，他如果回头再去听我之前国语歌的东西，他会应该都会发多多少少，不管是台语或国语，其实到现在你在听我这一张是跟上一张。或者是不管是国语的 EP 或者是台语的专辑，其实唱法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不是有一些不一样，是有很大的差别。真的吗？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就说，在听完这张专辑之后，我突然发现，黄文兴感觉是个你知道，就是脱胎换骨的人。我是指在音乐这一块这样，所以我就开始深深的怀疑一件事情，是不是戏剧带给他的改变实在太大了，这样以至于他现在变成是一个你知道，就是戏剧他也很喜欢演很多元的角色。音乐的性格，他也是这样子，你这是百变了你。其实说黄大哥，干嘛这样？高手啊！不要叫我大哥。对，我跟你讲，那个改变多少？我觉得先从这首歌开始让大家听听。好，你来听听看。就是之前你如果还是把那个黄文兴的那个定位，就是定在那个。天地之类的那种台语歌曲的话，来听听看，这是不是黄文兴的作品？OK， 好，就从这首歌开始听起好不好？好，这首歌就叫做 Radio。享受这一股魔力，如大浪微细 ，Ready play to me， 已经把我吃定。这里是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Midnigh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对面坐的是黄文兴，你好 ，Hello， 豆子哥你好，大家好，好。黄文兴好久没有上电台了哈，对不对？对。要不是因为唱片的关系，他还真难上电台。是，所以拍戏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很可怕？我的意思是指说因为拍戏就是没日没夜的拍，你是不是大部分都在拍昂档戏啊？上一部有啦，应该是对，上一部是世间情你有演嘛，对不对？世间情没有，他的上一部。天下女人心，对，有，对不对？昂档那真的还蛮恐怖的。那是你第一次的昂档戏的初体验，是不是？是，就几乎就住在片场，也没有住在片场，我还是会，因为我还是希望可以，就算只剩3个小时，我还是会回去洗个澡。这很累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不知道是年纪越来越大还是怎样，就觉得回到家的黄文感觉。欣，可以不要在主持人面前再提年纪这件事情了吗？谢谢。OK， 可能是我自己也觉得还蛮就是希望爱家的那种，就是有一种回去可以充到电的感觉，我就。哪怕只有2-3个小时，对，我真的，你一定要闻这样，你一定要闻一下家里面的空气，你都觉得那个是一个休息，对，我就觉得要回去洗个澡，一定要在家。OK， 然后再过去也是有这样，就是4-5点拍到5点多吧，5点多都天亮了，然后等一下是7点半的班，然后就回去赶快开回去。然后开到家大概也6点半左右再洗个澡，也半个小时7点。人生会不会太命苦？7点好像可能眯个大概20分钟，20来分，然后8点的班呢，然后眯个大概半小时，然后再起来。人生这样会不会太命苦？你知道，但他就是个好男人，就是洗胎谈。对啊，对耶，他讲到家庭这件事情，能问齁 ？OK 啦 ，OK。还是其实你不大想回答？你如果不想答，我就不问，我连一个字儿都不会提。不会，我尊重来宾。不会，现在大家都睡了，没关系。好啊，没有人听我节目，好啊，算了，谢谢黄文熙。波浪听嘛，没有，出口在您身前。所以结婚这件事情是规划很久，还是说其实是？我觉得是顺时候到了，时候到。时候到。2013，对，2013年的时候，13年，所以还没到2年呢。对，还没差不多啦，差不多。老实说，那个结了婚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有？就是内心里面那个层面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就感觉好像开始要顶了一个家，多了一些责任这样子。是啊，的确是。但是会觉得是一种圆满的感觉。这样是不是？你都没有。老实说，你都没有就是在结婚前都没有任何的害怕，譬如说要终结单身了，从现在开始我的人生要有一个大翻转的这样子。不会，我会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是本来就是到了一个年纪，我觉得应该就是要成家立业。对，要不然你就只有工作，好像也没有成家，是总觉得少了一个什么。对，那种感觉。其实有些事情是当下说，或许会觉得。也不要说尴尬，就当下说也觉得怪，对，事后被人家讲的时候就觉得说你们那个时候都没有问我，你懂那意思吗？对不对？因为我不会想要讲，是我想保护我自己的家人啊，因为我自己当艺人已经被摊在阳光下了，那可能我家人他们就其实不喜欢。你说是业界的人就算了，然后他又不是业界的人，对，然后又成为公众人物的话，他其实也不喜欢那所以我也就尽量就是不要提。那你当然有问到，我也不会否认啊，我也是说就讲有啊。因为当初会爆出来是因为我上一个节目，那上那个节目之后，那主持人电视节目嘛，对，问了之后我说有啊，结婚了。他说这可以说吗？我说可以啊，那事实就是事实，我干嘛要去隐瞒这些呢？所以你看待这些事情的心态还蛮健康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不讲，不是说我不讲，而是说你们刚好也没问到，然后我也不会一天到晚在戏就会表演说，我结婚了，对，不可能这样嘛。我干嘛去拿这个去一直宣传干嘛？我觉得，因为大家看的是黄文欣，而不是你的家庭嘛。是啊，对不对？是啊，是我的作品啊。所以讲出来之后，有觉得松了一口气吗？还是说其实你也觉得没什么这样？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对啊，那你们要真的有问到，我就回答；没问到的话，那我也不用刻意去强调这些吧。是，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去，而且他明明探讨的啦。他明明就是要我夸奖他是一个保护家人的好男人。我应该没有这么说。好的，在这张专辑。好了，我们回到那个专辑的那个话题。有一首歌。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呢，跟大家讲一下大概比例啦，就是6首国语歌，然后4首台语歌曲。4首台语。那里面其中有2首歌曲是你自个儿的全创作，对不对？对。包括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对不对？对，因为你就是，所以这首歌是写给我的另外一半，意义就是还蛮深的，蛮重大的，对啊。等一下，像写这种歌的时候啊，因为我觉得人要从那个恋爱的那个部分啊，
然后转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变成是你要面对他很真实的人生。他 maybe 就是很好了，就直接讲白，就是很丑陋的那一面，全部都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是啊，你们已经走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个阶段了。是，请问到这个阶段还会有所谓的那种浪漫罗曼蒂克的成分在吗？包括了你在为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哦。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会嘞。当然不可能像一开始认识的时候这么的那么频繁嘛。可是就是偶尔会有一些不经意的小小的一些贴心的举动。他可能就觉得很贴心啊。是。那我自己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啦。因为他是会在一个人，你是会在真实的人生当中会对他说甜言蜜语的人，是不是？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我比较不会，对，不会说甜言蜜语挂在嘴边的，就是用行动啊，我会比较是用行动去表达我对他的一些想法跟关心这样。是啊，嘴巴不说，心里面倒是挺诚实的。我是指音乐好不好？音乐。因为刚刚那句话感觉怪怪的，有没有？感觉会在一些什么奇怪的片子里面会出现啊，嘴巴不说哈，身体倒是挺诚实的，对不对？好，所以说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当然其实它是一首暖情歌，然后其实你在唱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挂着笑意唱的？还是说，其实想到它的某个部分的好，其实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记得你是一个还蛮容易感动的人。这首歌的话，也是有前主歌啦，主歌有是带着很感谢、很感恩的心情去笑笑的去唱，是。但到副歌，我当然是用很感性的那种心态、感觉去诠释，这样是。老婆不同啊，老婆听到这首歌，就因为反正也摆明就是要给他的嘛。是啊。他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你可以转述给我们听吗？脸上的表情就是。好像我记得好像也没什么表情啊就我想你写完了马上我唱给大家听嘛，还是说这个成品他觉得好听啊？他觉得好听。OK。但你说要到很开心到非常的那种感动，应该是就是一听完之后，然后马上狂暴的那个黄文兴痛哭。你说要到是那种痛哭流涕，倒是没有，因为这首就是比较有点就比较说真的就淡淡的，然后是很暖的感觉。了解。因为你们两个现在就是你知道，就暖乎乎，就暖乎乎。OK， 好。既然提到这首歌，是啊，我从头再来好好的听一遍，好不好？好，你就知道这两个人那个感情啊有多，你不能说黏腻啊，但是你就知道就是那种相知相惜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的氛围营造的非常的好，这样子真的就是有点黏。又不会太黏，这首歌就叫做因为你。有一双手来将阮牵，像避风的花，温暖阮心情。异乡的我，就小无来陪伴到知。有你我袂孤单，有一双手来予我牵着咱两人永远相依偎，活伫阮身边，天天来对阮讲一声有我，甲你来作伴。我不惊外面风雨交加，深深的思念，想要来对你讲一声，希望咱会当将咱的旅程行到线。王文兴，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不要生气哦。好，没关系，说。这是我拿到这张专辑的第一印象。怎么了？
然后我是连那个制作都还没听的第一印象哦。其实我很想问你，可以啊，问啊。请问你的眼妆是发生什么事了吗？眼妆的话，眼妆是故意把它画，你说里面那个像超深邃的啊。对，就是把因为它这次的造型不一样，所以然后再加上我的整个不管是但我先说是好看的，只不过因为像我认识黄文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的黄文兴为什么眼睛要突然变得那么深邃？你知道？就是一种包装啦。然后你还习惯吗？因为发色是你自己想要这样的发色，这样。那眼妆这样子，眼妆是我要求，也是你要求的，是不是？是啊。我觉得既然要做的话，那就做让人家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其实艺人也其实跟商品一样啊。那你口口声声嘴巴讲说我要改变，我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那我要给大家一个特别。那我觉得很多部分，其实有很多听我歌的粉丝，他可能也渐渐忘了我唱歌的样子模样，是，或者是新认识我，或者是从戏剧上认识我的一些新朋友，是。那他想要从音乐这一块认识我，觉得这种东西包装它还是很重要，你必须要去吸引他，不然你口头说我里面的歌首首好听，是，你要怎么去很难去说服，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吸引的东西嘛。他才会去打开，他才会去买，他才会去听。对，一定要这样，因为现在有成功啊，有吸引到我。谢谢，很荣幸，有吸引到我，真的，谢谢。所以他也不是说那要改变，只有改变音乐本质的部分，他是连外在整个都改变了。对，那其实都要一体的。你注意到，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这张专辑，它整个的那个设计，或是黄文兴在拍照时候的那个眼神，跟之前你所认识的黄文兴完全不一样，这样子。对，所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当然其实你要一直在一个变化多端的状态，你会觉得说那个很过瘾这样子。可是变完了这一套，你要想下一套新的，你觉得这个过程是好玩的，还是说其实有些时候在发想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会有卡关的时候呢？譬如说在想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有卡关的时候吗？卡关哦，其实也是有嘞。你看，像比如说发色，发色要染什么颜色？是。那你又不能怕说染了那个颜色会想太多，应该是说会想太多。染了这个颜色，我会跟谁撞到？然后这个颜色又跟谁撞到？好难哦，对不对？那我想想，我说，那不如干脆染那个比较浅一点亚麻色这样，对，亚麻色好了。我说那个，因为其实也不用想太多，那反正就是亮一点。那因为你要染这个颜色，其实也很多人染。是，你说那个颜色。你怕会撞到，也是有很多那个太难不撞色了，对不对？很难啊，对，除非你染七彩的，也是有人染七彩的，同意？对啊，你怎么样都会撞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就如果跟之前的黄文兴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真的完全不，因为你之前也没有染过这么浅的颜色嘛。没有，所以我才说这个专辑我没有要跟谁比较，我跟我自己比。哎呀，就是跟我自己说，我到底黄文兴，你这几年你有没有进步？对，就他人生最大的敌人，那个人叫做黄文兴。对啊，其实就是自己啊，你要去突破啊，大家才看得到啊。好玩还是累？好玩，然后是好玩，也累了，但累是身体累，不是心理累。心里是满足的，是开心的，对不对？心里是满足的，特别是你拿到这整张那个制作物的时候，那个满足的那个笑容，应该是然后久久不去吧，哈哈哈哈，一个字形容爽。很好啊，就是爽啊，对不对 ？OK， 好。不过其实老实说啦，这是我认识黄文兴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我真的觉得不是说以前的不好，而是说我觉得那是过程。那个时候黄文兴的状态也是好的，但这一张专辑我真的很喜欢，恭喜你！谢谢。好。那其中有一首歌曲。我刚刚私底下有问他，我说，因为其实我之前好像比较少听到你唱很 R&B 的东西，有，可是成分不高，对不对？对。然后这个是你说当初在选歌的时候，你一听就觉得很好听的歌，是不是？对，我要说，应该是这么说，我可能像亿万克拉的幸福，它其实也有点 R&B， 它是，但是我那时候我其实唱的蛮辛苦的，因为
不擅长 R&B 的东西，那就是滑音跟转音的地方，他可能要稍微琢磨一下。然后唱歌的那个口气跟氛围，我营造不出来，我要录很久，是我一字一句啊，好。但现在这一首歌我就没有所谓一字，我是很自然，是我没有排斥的。是。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这几年也听了一些国外的一些音乐，然后不断去矫正自己的一些唱法，然后增进自己的唱法，然后或者去把一些流行歌手不管是华语也好，或者是韩国或者是西洋，我就觉得我就一定会去学啦。我觉得要去纠正自己的一些唱歌的那个共鸣的东西。是。那在唱这一首的时候，其实就变得还蛮顺的。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说啊，我真的有这么稍稍的进步。是稍稍。怎么那么客气呢？没有小弟弟，怎么那么客气呢？没有，对我来说啦，我觉得给自己啦，就打了分数就还 OK， 就是算及格这样，算得上是往前进了一大步耶，我觉得。对 OK， 好，我现在听这首歌。OK， 等一下他还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OK， 这首歌就叫做说一句我爱你。这个访问的最后，黄文兴先生想要宣达的事项如下，就是他本人有在经营一些东西这样子。对，经营这个我的粉丝团啊，Facebook 脸书粉丝团，脸书对，你看发音多标准 ，Facebook 对，要注意一下，不然会非死不可。你常犯这种错误吗？还好吧，就其实还好。对啊。可是我一听到自己的声音，我就会一直希望它就是比较正确一点这样。你以前有这么注意咬字这种事情吗？以前没有。是在演戏之后才比较注意咬字，是不是？演戏都是讲台语，也没有。台语也有咬字啊。可是台语我就可以很自然。可是这几年我觉得就可能在国语方面，我就会一直很注重自己的，比较注意自己的咬字这样。对，我有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吗？你这次上访问，我觉得你咬字有好，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会发现他有企图要把那个咬字咬得非常清楚这样。对，以至于他在讲一些那个词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黄文兴的那个脸部表情是硬的，你知道吗？对，可是是可爱的，是可爱的，是可爱的，好吧？没有，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是知道，让我体会到黄文兴不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在戏剧里面他多帅这样子，然后到我这边脸部僵硬。好，所以我直接搜寻黄文兴就好了嘛，对不对？是，对他那个星是那个天上的星星的星，现在好像都有一个打勾的啊，对，哦，你已经被认证了，是不是？对，被认证。OK， 就是那个黄文兴，然后后面有一个蓝色的勾勾，对，勾勾。然后那是你自己本人经营的粉丝团吗？我自己本人的，是啊，所以我都会回复一些不定时要回复一些粉丝的一些问题之类的。所以我在上面如果说黄文兴，谢谢你来我节目，然后我真的觉得你好帅，你唱歌好好听，你都会自己看到是不是？会啊。是哦 ，OK， 好，你慢慢去找我在哪里，慢慢去找。真的吗？真的你会进去留言就对了，等你发现再说。没有，因为我的名字你很难找，这样真的很难找。对，我的名字你比较难找，这样。但因为我应该可以从话里面就是好了。OK， 对，有一件事情，你刚刚既然讲到语言这件事情啊，有一件事情我实在觉得太奇妙，因为其实长久以来，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你看到黄文兴的戏剧几乎都是闽南语剧比较多，对不对？因为台信就是那个电视台台信的关系，对，然后可是因为他演的那个戏又不是所谓的8点档，是那种譬如说优质戏剧系列的那一种，然后以至于里面有一些可能有外省情节啊，然后有一些要说国语的部分这样子。对，那明明其实我们也知道黄文兴会说国语嘛，然后对方的演员如果一直说国语，那你就一直用台语回他，你不觉得这实在太奇妙了吗？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我知道，没有，其实蒙角耀会就这样，是这样吗？女主角是用国语啊，对，然后我们无论如何就一定要用台语回他。李威也用国语，然后只有我讲台语，对，这实在太奇妙。其实还好，就自然语啦。阿母也是嘛，对不对？我妈的话我是用台语啊，对，其实还好，因为现在好像现今的社会好像也自然语啊，自然语就是阿嬷讲台语，然后自己的孙子是讲国语，然后阿嬷也听得懂，其实都这样。没有，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场景的设计啊，如果就因为你对。就譬如说，你现在跟我讲国语，对不对？我不会这样，西阿妹啊，安安，懂了意思吗？哦，对不对？你说他当下的那个氛围嘛？对，怪怪的这样，有一些。其实一开始是好像有觉得怪，可是后面久了之后，好像也大概就习惯了。
因为大家就是看剧情，他就不会去在意。当然那时候我记得，一开始有人在反映说，为什么女主角讲女主角那个林奕欣跟李薇是讲国语，然后黄文兴是讲台语，对，是哪一招这样？对，有点不习惯。那其实久了，自然久而久之，好像大家年轻人都习惯了，因为他们觉得是自然语。是，所以这张专辑6首国语跟4首台语的比例是你自己拉的，是不是？是我跟公司就建议的，他们也有问我，那他们是觉得说6-4好还是4-6？那我说，那上一张是纯台语，那这一次是以国语为主。那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我也并没有放弃台语，他当然没有。那反而我是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宣扬，就是其实台语它其实它其实可以像国语那么的有质感啊，或者是流行度很够这样子。对，只是其实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听西洋歌曲，或者是甚至听韩语他们不见得会讲啊。对，可是他们听，他们就觉得。就是好听顺耳，好听做开心啊！对，那我觉得音乐其实是没有语言、没有国界，所以这一张才会叫说以无界为这个曲名，也是这个原因之一。这个理念很好。对。然后想要就是让大家除了知道说，文心他其实唱国语歌，其实还蛮 OK 的。那甚至他的台语蛮 OK， 是很 OK， 真的吗？你不要再过于谦虚了，我没有啊，黄先生，因为我就是我会。你也是一个，我是用我自己的，你也是一个夸奖不起的人哦。没有，我是用我自己的那个观点去审视自己。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如果一直用话夸奖你，你就会缩在地上，是不是？就会应该是吧，就是黄心你很帅，非常。你知道这张专辑，其实我真的觉得是你所有专辑里面有听过，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非常喜欢的一张。真的，因为我都还怕说该做的突破都有做到。其实我都一直很怕。开始在解释了吗？没有，没有豆子哥夸奖不来了。不是，我想说的是，我都怕说我来这些电台的时候，给一些专业的人员听到，他们觉得说还好啊，就这样啊。就是如果真的从我口中说还好啊，那我觉得我自己要好好的检讨啊。不是你不会马上掉头走人？不会啊，真假的？不会啦，不会翻桌了，不会。想说你知道半夜12点。然后那个还要牺牲跟家人相处的时间，然后到你们这边来做宣传，还要被你羞辱，这样像话吗？没有啦，我们在访问之前也是会先挑片的，好不好？对啊，就是你知道，就是黄文兴，值得我访一下这样。因为我一听到说，我今天要来豆子哥的节目，其实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真的吗？因为隔很久了，因为其实好几年了，你知道吗？是。然后那时候也是访的玩的还蛮开心的，然后这一次又有这个机会，就是太好了，想不到事隔多年之后，有没有？之前是来节目玩的，然后今天是来节目被羞辱的。没有来这边就是蛮轻松的，真的好。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好的。什么？你没有完全放松啊，因为他没有穿夹脚拖来的啊，要穿夹脚拖，因为这个我跟你讲，今天。你跟我一样，某部分也还蛮有职业道德，你知道吗？因为像如果今天没有来宾的话呀，我就真的穿着非常的随便，然后就会到电台来，对，没人看呢。对啊，没有，因为本来我在想说，都深夜了，那到底要不要打扮，要干嘛？等我想想，哇，这是一个我的工作，还是得要化一些妆，然后干嘛？用一下头发。是，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电台通告吗？我知道啊，我知道是只有我看到而已。我知道是一个电台通告。要不然下次好不好？我们两个就相约好不好？就我知道访问黄文兴，然后黄文兴你知道来我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这么拘束好不好？我们下次就穿短裤，然后穿拖鞋来。真的要这样吗？要不要？好啊。可以啊。对呀，没人看到，对不对？可以啊。对啊，经纪人管他啊，不是。没有开玩笑啊，不就希望你到我们节目里面是轻松自在的，然后就跟这张专辑你当初在配唱或是在发想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好玩，但是呢又做得很像自己的感觉。对，轻松自在就最舒服，没有压力，这样我觉得对不对？最舒服了。那你就成功了，好孩子。OK， 好，请大家去加入黄文兴的脸书粉丝团以及这一张新的专辑，然后目前已经发行了，然后发行了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对，什么时候发行的？
2月是不是？2月份，2月份的时候就发行了，对不对 ？OK， 好，请大家多多支持这一张黄文兴。其实在里面改变了很多，可是到底改变的程度如何，我觉得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那就你自己听到，你再为黄文兴打分数，然后到底喜不喜欢，或是你觉得哪一首歌最让你觉得感动的，你可以到他的脸书粉丝团去告诉他，好不好？好的 ，OK， 好啊，你要自己回答哦，好不好？我回答怎样？我的意思说，就譬如说那个大家到你脸书粉丝团去报告心得之后啊，你就一个一个看，然后一个一个回答，这样好不好？好的，尽量嘛，好不好？不用尽量，我一定会自己去看，然后自己回答。真的很有诚意耶！没有，真的我没有。众人怎么可以不红？不是啦，我觉得这个粉丝团就是你就已经标榜自己经营的，那当然是要自己去做。好啦，加油，好不好？谢谢。好，放你回去了，好不好？再次谢谢黄文兴同学，这张最新的专辑就叫做《无界》。谢谢黄文兴，谢谢大家，谢谢。